今日想同大家再跟進下有關七仙羽嘅網絡花生。早幾日咧，有一個自稱七仙羽同學嘅網民咧，響 Facebook 留言咧，話佢同原名叫趙玲嘅七仙羽係30年前一齊響珠海書院新聞系讀書嘅同學，同時亦都係佛教同學會嘅成員。呢位舊同學響留言入邊指出，七仙羽對住傳媒講自己身世嘅時候，喺唔同嘅時間有唔同嘅版本啦。個 post 入邊指出，響2004年，即係21年前呢，七仙羽用筆名浩林出咗一本嘅回憶錄，將自己16歲嗰年俾養父侵犯嘅經歷寫成咗自傳式小說，書名叫《侵犯回憶》。佢呢位好同學呢，亦都引述咗當年5月20日出版嘅《果期一周刊》訪問七仙羽嘅內容。當時篇報道呢係咁樣寫嘅：台灣出身，17歲嗰年嚟到香港，響珠海書院新聞系畢業，到今日30歲，係趙玲長達10年苦攀名利、長不可而落、撲江湖嘅過程。咁眼見自己呢，紅顏已老，兵行險着，揭露被奸身世，終於引嚟連串嘅訪問。而家篇報道入邊亦都有形容趙玲嘅外表、衣着打扮同埋行為嘅。個訪問入邊形容嘅趙玲係一個為咗引人注意，佢會着露背短裙，甚至連內衣都露埋出嚟嘅人。而呢個人物設定同大家喺網絡見到嘅七仙羽有天淵之別。對比翻上個月某傳媒入邊訪問七仙羽咧，當時主持就問七仙羽係唔係馬來西亞華僑啦。當時七仙羽就講佢係華僑，但係冇講過佢係嚟自馬來西亞。大家可以諗翻點解佢唔直接講佢係馬來西亞華僑啦，而響個訪問入邊呢，其他關於佢出身成長嗰啲都答得比較含糊。咁另外一件事呢，七仙羽響2004嗰年出書呢，其實到而家都係21年啦。而睇翻七仙羽個網頁，佢聲稱自己擁有超過25年從事堪輿風水、法科法事、西洋身心靈嘅經驗。如果網上便引述一周刊當年嘅形容係真嘅話，七仙羽呢一個25年風水經驗呢一個人物設定就不攻自破。喺網上面嘅報道亦都有提及到呢一位七仙羽舊同學有講，七師傅當年積極結識上流名人，希望釣金龜嘅一啲事蹟。連登有網民有 cap 低嗰個 Facebook post 嘅連結，我放喺下低，大家有興趣嘅可以睇下。由於呢一啲嘢網上面揾唔到資料，所以我淨係放條 link 響下面等大家自己睇。至於篇文章入邊有另一個花生位，就係呢位同學話七仙羽當年口口聲聲話對入娛樂圈冇興趣，但係就有份演出張柏芝細佬張浩龍主演2002年上映嘅《皮接女屍》，七仙羽響套戲入邊有3分鐘嘅演出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睇七仙羽響戲入邊嘅演出，大家可以搜尋皮篋拉絲2002，喺網上邊應該會有啲普通話配音版嘅視頻可以俾大家睇。今次網上爆料又再一次破壞七仙羽佢個人物設定，唔知七仙羽會點回應呢？我哋係時事菠蘿雞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呢一條片，就幫手 lik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啦。